来看台南有民众指控讲，请年母到厝里照顾囡仔，也毋过年母却拢倒伫碰椅伫困，帮囡仔家己耍，佮要求讲爱另外付奖金。台南市社会局是表示讲，已经有联络家长会来调查，嘛强调讲年尾甲3节的奖金双方协调了后，上好拢爱写入去契约内底。监视画面内底，当看到一个2、3岁仔幼囡仔伫咧厝里撞来撞去，毋过家长请来处理的年母，煞拢干那伫边仔碰椅咧困。家长就伫网络刊文指控年母放囡仔家己伫遐耍，拢无尽到照顾的责任。若是囡仔出代志，是啥人爱负责？那你如果是上班时间的话，小孩子的一举一动的行为都是保姆的责任啊，本来就不适当啊，不是不妥。就算说小孩子在睡觉呢，你要去做其他的事情，其实也不是很 OK 的，要随时注意小孩子的变化。他真的是身体不舒服，他应该跟家长讲，让他请假。对，这样子的话，对小孩子来讲是最好的。民众嘛表示，这个姓黄的年母若无尽到照顾的责任，还佫凊彩着摕厝里的物件去食，甚至佫要求年尾赏金爱1个月3个节日礼金拢爱3600块，这个收费有问题。今麦社会局已经主动来介入调查。这个案子我们正在联系家长哦。那如果家长提供给我们保姆的基本资料以后，我们就会马上启动调查。3节跟年终奖金，其实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它的额度，我们协商过，就是如果保姆12月1号还在职的话，家长可以跟保姆来协调，把这个年终奖金放在他们的契约里面。社会局嘛提醒民众，若要找年母照顾囡仔，就要注意敢是合格有牌的年母，佮有居家环境甲照顾行为敢有问题等等，这寡拢会当事先向社会局来调查，才会当确保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